大埔雲福苑災難發生至今1個星期，連日嚟不論網上定係坊間都希望能夠揾到災難發生嘅起因，同埋追究責任，還災民死難者一個公道。喺以前嘅香港，社會各界有大量嘅討論係正常不過，但今次災難增添咗一個新嘅元素，係以前從未出現。但就在這危難的時刻，反中亂港分子和別有用心者編製謊言，顛倒是非，煽動對立，企圖以災亂港。繼上星期六，大埔雲福苑火災關注組發起網上嘅聯署，提出4大訴求，發起人 Miles 被國安處拘捕。第二日，前屯門區議員張錦雄同樣被國安拘捕之後，如果尖銳嘅批評完全消失，溫和嘅批評將會變得刺耳。喺網上一直為事件發聲嘅 KOL 亦都相繼噤聲，其中一個就係喺約倍安心事件成名嘅鄭希林 Hailey Jan。自雲福苑大火發生之後，佢開咗個大埔雲福苑火災記錄庫嘅網站，裏邊有大量關於火災嘅報道、現場片段，將事件整合同埋保存同大火相關嘅資訊。佢亦都接受國際傳媒訪問，向外國解釋災難最新嘅情況同發展。但喺3號，有網民就發現 Hailey 嘅 Threads 同埋 X 突然被清空，令大家懷疑佢係咪被滅聲。當時隔咗晚，佢終於上水，或者係瞓咗覺，澄清冇被國安帶走過，仲瞓得好甜。佢亦都話唔清楚點解 Threads 同埋 X 會被 ban， 有人話因為國安，有人話佢得罪咗台灣嘅網紅 fans， 亦都可能係香港嘅 haters 鬧事。4號佢再出 po 話，就一宗恐嚇電郵同律師去咗警署落口供，當時仲話警方冇問佢近期嘅言論，點知再出 po 就已經話，我剛剛收到非常準確的情報，我應不會再繼續發表任何關於火災的留言，也不會再接受任何媒體訪問。被收口嘅唔止佢一個。Let me explain what happened in Hong Kong. So this is Hong Kong's first level 5 fire in 17 years, but the horror isn't just about the flame. It's that this disaster might be fueled by a 330 million renovation that caused 36 deaths and still counting. KOL Ali Yuen 拍咗呢條片，用英文解釋火災嘅成因。呢條片有超過550萬 views。Stop blaming the bamboo for Hong Kong fire. International media got it wrong. This is factually incorrect. 另一條片就係講返竹棚唔係造成大火嘅原因，糾正外媒嘅錯誤報導。但 Ali Yuen 之後收到短信騷擾，仲有好多人要求佢解釋同埋澄清報導。同樣到咗4號，佢亦都宣布，本人就雲福苑火災的所有相關新聞工作早已結束。基於顯然意見的不可抗力因素，並冇進一步評論、補充或其他相關工作。感謝各界的關注與支持，敬請理解。民協原本舉行嘅高樓維修政策記者會，都因為有部門通知取消。民協主席廖成利事前被國安處約見，佢喺警署出嚟就話會恰如其分，表達個別立場。可能你會話，民協喺政權眼中，就算幾溫和都係反對派，但當黨媒大公報都走唔出被禁聲嘅命運，民協開唔到記招都好正常。佢哋28號一篇揭露天價維修棚架背後黑幕重重嘅報導，文中引述咗業界人士話圍標情況嚴重，結果成版 A7 全部下架。去到2號，大公報 Facebook 鋪咗出晒名愛國愛港嘅屈穎妍一篇嘅文章，題目係先治好惹來蒼蠅的腐爛。結果篇文俾人發現改咗7次，包括腐爛改成問題，燒醒一啲人改做警醒我哋，但最終都係成篇跌咗。屈穎妍話篇文冇俾過任何嘅媒體刊登，只係放喺自己嘅專頁，放得上網歡迎分享，但其他人點處理唔係佢管理嘅範圍。篇文主要係想講市民經常因小事而報東張，其實係代表政府部門、議員、政黨、傳統嘅媒體失效，潛台詞即係投訴無門。又引用電影《焚城》嘅一句對白：人禍有時比天災更可怕。
強調由治及興唔係口號，係徹徹底底嘅改變，一個撼動官僚制度嘅改變，一個讓悲劇不再重演嘅改變。其實《華爾街日報》早前以香港禁止任何批評聲音為題，話宏福苑造成嚴重嘅死傷，但港府係迅速收緊言論，香港人幾乎冇任何申訴嘅渠道。鄧炳強之後去信話對文章偏頗深感遺憾，批評文章對政府向災民提供經濟支援、住宿、心理輔導等嘅安排都視而不見，強調執法部門發現罪行，不論性質都依法處理，又指會嚴正處理任何破壞香港復原工作嘅行為。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大家點睇呢件事？歡迎留言講下。鍾意條片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支持 Channel V 出更多嘅片。